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搁再来到主的圣日，咱集合伫遮来敬拜神。时间实在过得真紧吼，一礼拜真紧就过去了。咱感谢主，虽然这个世界的这个病毒的疫症仍然是真厉害，咱菲律宾也是同款，世界真侪所在也是同款，但是咱感谢主的恩典，咱仍然伫生活中面得到神的照顾、神的供应，伫心灵中面，咱信主耶稣，咱有内面的平安，因为主的话，互咱平安。神的话是咱的力量，圣灵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内来做工，加添互咱力量。咱伫逐款的困难逼迫当中，神甲咱同在。咱伫旧约看到真侪在神的仆人但以理这个约瑟真侪在神的百姓。伫灾难当中，各款的困难当中，有神的同在，因就得胜，靠上帝来得胜。咱今仔日同款来活伫各款的灾难当中，咱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伊的力量，靠着伊的带领带领，靠着伊甲咱的同在，咱毋能行，神袂放杀人。咱感谢主，咱伫祈祷当中。继续为着怀伫灾难当中的人来祈祷。这个是三个额头祈祷。亲爱的上帝多谢你的恩典，你的恩典够业阮用。虽然阮仍然活伫这个世界，仍然有真侪在罪恶，甲真侪试探，甲真侪在灾难来临到这个世上，地震。瘟疫、水灾、民攻拍民，国攻拍国，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代志，真正应验上帝你的话语，一项一项的，你行过这个主再来的日子咯。所以，阮感谢你。虽然阮毋是祈祷主紧紧的来，因为有上帝你家己的日子，你的时间。上帝差遣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为着阮定死伫十字架中，伊也答应第二次要搁降临伫这个世上。但是主耶稣延迟无降临，乃是怜悯世间人，因为世上也有真侪人，千万的人未接受主耶稣做因的救主。阮也有责任，也有工作来听候着。求上帝的怜悯，也改变伫这个灾情当中，改变人的心，来仰望上帝，仰望主耶稣。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求你借着你宝贝的话语，来坚固阮的信心，互阮知影神无放杀阮。阮安尼祈祷交托，奉耶稣的名求，阿门。主已从死亡进入永
显为虚空。好吧，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宣告：专业仰望耶稣，当专业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再一次唯一的环境来宣告：专业仰望耶稣，当专业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专业仰望耶稣，当专业仰望，对了，从你的问题当中，专业仰望他，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来宣告，仰望他，仰望他，当专业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我们先开口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开口来仰望主。各位的主内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这个主的圣日啊，要向大家来分享这个信息，就是摩西之约。摩西之约，就是摩西上帝甲摩西甲伊的百姓所立的约。前2礼拜，咱讲到2款的约咯，头一个就是拿阿之约啊，第二个就是亚伯列罕之约。今仔日呢是讲到摩西之约啊。头2个约啊，拿阿之约叫亚伯列罕之约，就是神甲因所立的约啊，是单方面的，是神负责来成就，来成全约内面所讲的应允，人无需要负什么特别的责任啊。所以今仔日呢讲的摩西之约啊，是上帝甲伊的百姓所立的约，这是2方面的。神一定会按照伊所讲的应允来成全，但是以色列百姓也是应该负责因的部分，就是要遵守神的约，不然呢，神的刑罚甲咒詛就临到。今仔日呢，咱要讲到这个摩西之约啊，这个摩西之约大概的定义是啥物啊？这个摩西之约伊的内容是讲到啥物啊？我这个是开始呢，我甲大家来讲关于这个摩西之约的定义。这个摩西之约啊，Mosaic Covenant， 也是一种称呼叫西奈山之约啊。因为呢，这个约啊是上帝甲摩西甲在以色列百姓啊，伫西奈山所立的这个约。那么摩西之约呢，伊内面的条规啊，的纪律所以条款啊，就是人应该着做什么在条款内面有613条，记载伫倒落呢？
记载伫五世五经，分布伫摩西五经当中。这个摩西五经啊，就是头五本册创世纪、出埃及记这个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五本册当中啊，内面有讲到，加起来有613条。这个613条怎样分呢？较定呢？咱再过来讲。那么神伫这个西奈山同以色列的这个约啊，是加强了上帝甲亚伯拉罕的约内面所讲的代志，是加强无减少，是更较详细真深入的来加强的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那么神讲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讲那是因遵守神的约遵守在条规在诫命要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上帝要甲因同在，上帝要袂放杀伊，上帝要赐福真侪款伫对国家甲百姓方方甲生活顶面、生产各方面丰丰富富的要赏赐、要祝福互因。但是反过来讲在百姓若违背这个神的约在诫命上帝的刑罚到咒诅就要临到因所以这个约就是三方面的，就是神交百姓因来立这个约神要负伊的责任，一直到这个约的成全，那么百姓就顺服、就遵守然后才得到上帝的祝福然后我真美满的来将这个约来成全。所以这个约是三方面的无亲像拿的约甲亚伯拉罕的约是单方面的意思那么这个摩西之约内面的条款内面所规定的在条规咱昨仔讲了，记载伫这摩西五经内面那么咱读这个出埃及记19章当中是出埃及记规本册40章第一章到第18章是讲到以色列百姓伫埃及的受苦，甲上帝怎样拯救因脱离了这个埃及的逼迫，离开了这埃及过红海，就来到旷野的内面。甲第19章是讲到定上帝叫以色列人立约，所以第1章到第8章是讲到以前的历史，是出埃及的历史。到来到西奈山的时阵才向因来宣布是要甲因立约，交这个立约内面的代志。所以伫这个对第19章开始第19章第1节到第2节是讲到这个立约的时间甲地点圣经是安尼咧讲咱看圣经19章出埃及记19章第1节到第2节，安尼讲，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迄一日，就伫西奈的曠野。第2節，因就離了離非定來到西奈的曠野，就伫迄搭的山下來安營。所以立約的地點甲時間，咱就知咯。
就是出埃及以后3个月的迄一日那么地点呢，就是西乃山蛮清楚。那么这个上帝叫以色列人立约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立这个约呢？伊目的伫倒落第3节19章第3节到第8节安尼讲，我将这来用圣经经节读出来，咱就会清楚上帝的目的。摩西到神迄搭，耶和华对山顶呼唤伊讲：你着这样共雅各家安尼讲，向以色列人讲，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代志，恁拢看见了，并且看见了我亲像鹰将恁爬伫石膏顶带来归我。第5节，如今恁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伫万民当中来做属我的子民子民就是伊的百姓因为全队拢是我的，实讲到对恁着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诚做圣洁的国民。这个话这个话你着共以色列人讲。第7节，摩西就去调了百姓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的话都伫因的面头前讲明了。第8节，百姓拢同声的回答讲：凡那是耶和华所讲的，阮拢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伫即几节当中讲到上帝的目的，上帝的目的就是要伫万民当中来呼召这个百姓，就是以色列人要做神的百姓，神的选民叫神的选民 chosen people， 就是 Israel并且要成做祭司的国度。祭司是什么祭司是徛伫中间为着神向人所传讲的话，甲人向上帝的祈祷伊伫中间意思就是以色列百姓将来要成做伫世界当中来传扬神的真理，来传扬上倒一位才是真正的真神的这个真理要成做圣洁的国民在百姓人要成做圣洁的国民，要互神来使用，要来传讲上帝的真理一定是着圣洁的是圣洁的国民所以因为责任真重要成做选民来伫这个万民当中来做神的出口，来传扬神的真理的出口所以这就是上帝的目的。因为当时这个挪亚时代以前会怀罪到这个一阵伫摩西时代，在世界仍然是罪恶非常的厉害。上帝要借着这个特别选出来、竞选出来，伫万族当中来挑选出来分别出来，来传扬神的真理。这是上帝的目的。那么说落去呢，因要听神所讲的在约，所以百姓就有这个准备。神叫因着准备，怎样准备呢？伊说恁着自洁，就是着清起家己，洁净家己，着洗衫、洗清气，
你的身躯也着总清气，你的心灵也是要备办清气，来到神的面头前。到第16到25节呢，就是神特别伫山顶要来向摩西甲百姓将家己显现出来，互因看见神甲因同在。神是咧颁布这个神的律法伊的律法要叫百姓来遵行，借着这个百姓这个目的来传扬神的真理直到全世界。这是非常伟大，而且是真重要的责任。那么这个约内面的条规内面的这个条规改名还是命令拢记载伫19章到24章，19章出埃及记19章到24章当中那么第24章以后呢，25章到落尾一章是出埃及记是讲到要怎样做这个圣所会幕，到你敬拜在祭司的敬拜圣殿的敬拜叫在利未人应该着做来预备，甲因讲上帝就将在甲因讲所以这就是上帝的条规那么在改名当中呢大概分做两大类就是头一部分是248条，一共是613会记得613就是613条在 laws有其中呢248条是讲到 positive 的，讲到积极性的改名譬如说第10条界内面天空内面第5条，迄个是积极性的，伊说人着孝敬父母互你的日子伫地顶的日子通长久这是积极性的，叫人着孝敬父母，然后神要祝福伊的日子长久那么也佫有真侪个来讲到这个example那么第二方面的365条可能就一年365日里内面是讲到这个 prohibition 就是会禁止唔通创什么消极性的内面有365这个365真粗卡，也是甲人的身躯内面在马色咯，在记录有365款这个记录这个码伫咱的身躯有365，真粗卡等于365条。那咱们迄个呢，248呢是讲到人身躯内面的骨头有248支两个加起来248加到365，加起来就是613条改名才真过记那么分做这两大类我无法通一项一项的讲头一方面就是这248条是讲到这个关于伊的戒律戒律是说内面有有包含什么物件真多有上关于讲到上帝的代志，讲到着上帝为人就怎样学习上帝的话语是挂伫头顶的，挂伫手咧，在圣经节怎样学习咯？关于圣殿的祭祀咯，叫在咧 sacrifice 在物件咯，甲人的发誓咯，咧顺伯咯，在代志，个洁净的礼咯。到伫圣殿当中咧献捐献献钱咯，献物件咯，着守安息日咯，人袂用去食啥物，会做咧食啥物这是无好暗赞的，袂用去随便食咧，讲到节期啥物 feast，
什么礼、什么日子，关于讲到社会顶面，讲到拜偶像的代志，讲到社会顶面的社交咯，关于家庭的咯，关于律法的咯，关于仆人的代志啊，奴才的代志咯。主要头一部分248条是讲到这代志，第二部分呢是365条啊，讲到拜偶像的代志。讲到伫禁食禁食什么人对上帝名袂用随便侮辱咧对圣殿对在祭米咯关于在献祭咯，关于祭祀咯，关于什么唔通食，什么袂做咧食咯，关于拿死人啊，咱是一款特别的人专门奉献，一生奉献互神来用的在人的代志。关于咧做田咧在农业的代志咯，关于商业的代志咯，等拢总加起来都613条现在无法通这项真详细来讲清楚，因为时间的缘故。第三方面呢，虽然是遮多600几条的在约号。但是上帝伫用一本册叫做《申命记》（Deuteronomy） 第28章跟因百姓讲说凡是遵守遵行上帝的律法，还是摩西这个约的人上帝要祝福因；凡是违背神的约，违背内面的条规就是无要做反抗，无要做违反。上帝就要责罚因，上帝就要咒詛因，要 curse 在百姓啦。这真严重譬如头一项，我若是遵守神在约的人要得到神的祝福，圣经是安尼讲。伊讲恁若留心注意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话来谨守遵行伊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仔日所吩咐恁的确伊的确要互恁超乎天下之上，超乎万民之上。是恁若是遵守我要祝福恁，互恁这个国家要赢过别个国家、别个百姓。恁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下面呢，在祝福要均地着恁要临到恁的心中上帝福要互恁只要恁遵守神的约上帝将这个福气甲因讲来有 example 就是对田内面做事的对。叫祝福因的家庭，要祝福因的国家，因的出因的入，上帝要看顾因。因若要交外国战争别人要拍因，上帝要徛伫因这边，要互因得胜。上帝要互因伫生活顶面会丰富，上帝要祝福因。这是偌好的在约只要顺服神的旨意，来遵行神的律法。拢要得到上帝的祝福，但是反倒转来讲呢，在百姓违背神的律法，无听神的嘴，要得到神的咒詛甲刑罚。15节安尼讲，说恁若无听从耶和华神的话，无遵行伊一切诫命甲律例，我就是我今仔日所吩咐恁的，下面的在咒詛就要均地着你临到你的心中上帝明明甲因讲你若无听嘴，无遵行我的命令，无遵行这律法要得到上帝的咒詛。哇，真可怕！来下面几个 example 有一家例在咒詛的例。第6节安尼讲，伊讲你伫城内的确要受咒詛，伫田内也要受咒詛，
说讲到伫城内，还是伫外面吼，拢要得到上帝的 curse， 因为无听神的话，违背神的约。第18节，你心中所生的，地顶所出产的，甲做牛咯、羊咯，都要受咒詛。你看，连农业、连畜牧业也要受到咒詛。恁出也受咒詛，要入也受咒詛，要出入，咱讲得平安，但是因出入拢要受到咒詛。第21节讲，耶和华的确要互瘟疫贴伫恁的心顶，念伫恁的心顶，要甲我，互恁将恁入去迄个应允地的时阵，这个地顶要灭绝恁。所以即搭讲到迄个瘟疫或病菌要来侵入因在百姓，一直来到灭绝。25节讲，你的确伫天的万国中，互人添来添去。意思就是说，这以色列百姓伊若无尊敬神的话就互人看唔起，互人侮辱，别个国家要将这个国家呢添去别个国家，踮即搭添去别个国家。咱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会做哩。第二次世界大战，别国人将几百万人的以色列人、犹太人给害死。再剩落来怀一家百姓互人添去迄搭，添去迄个国家。无一个国家要接受因，因为因着走着逃命，因为在敌国高地要追杀因，要杀死因，所以无人要伫伊惊所以呢，当时中国的政府接受在犹太人在几十万人伫上海伫别个所在徛去年阮去上海时阵，看到这个所在犹太人。这个synagogue因的会堂伫迄个所在所以这个已经应验了，因为因无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伫天的万国当中互人添来添去，无人要接受。真做上帝提前已经警告因了。那么旧约当中。有人问在以色列人要怎样得救是毋是靠献祭？是毋是来遵守在条规？有可能来遵守逐条遵守无？因才会得救这个真恶咯是毋是我能靠着献祭什么是献祭就是杀羊杀牛若较无钱的用夹用在禽兽来献祭，是毋是献了这祭，因的罪就无会得救了呢？圣经怎样讲呢？那么圣经是清楚的，甲咱讲到，无论是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的人拢一样，拢着因信来称义，因着信心来信靠上帝。上帝要称呼因做义人，即说因信称义的人才得救，才会得救。这是圣经当中一贯绝对头高落尾的真理阿伯拉罕毋是头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伫阿伯拉罕以前的一个神的仆人亲像阿伯像以诺亲像挪亚、拿亚还有其他的，因拢是伫神的面头前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相信神，神就称呼因义人所以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安尼讲，伊讲人若无信无信心就无法通得到神的欢喜。因为来到神面头前的人，的确着信有神，
而且着信伊，这位神啊，咧想事，或者祈求伊的人，知道真清楚的讲，神是欢喜怀有信心的人，信靠上帝的人，人非有信啊，就无法通得神的喜悦。因为来要祈求神啊，要祈求神的得救啊，要得到救恩啊，一定着信有神而且着信伊要赏赐人。所以呢，咱问这个献祭会得救吗？旧约在犹太人因献祭咯，在精神咯、牛羊羔咯、其他咯因现在只是暂时的加减因所犯的罪，却无法通永远的将因的罪抵杀去，也无法通来清除任何因所欠的罪债，无法通因着献祭来免去因的罪债。所以圣经啊，无论是希伯来书诗篇这个圣经内面安尼讲诗篇51篇16节到17节，安尼讲，伊讲神本无欢喜，在无喜爱，在祭物祭物是讲到牛羊或者就是在禽鸟。会在献祭的物件，说若是喜爱，我就献上反正你无欢喜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的确无轻看。这段圣经清楚甲咱讲，神无欢喜怀献祭怀祭物神欢喜人对神有一款的信心，叫对神有一个真实的忧伤的灵，为着家己的罪来伫神面头前艰苦心，为着伊的罪来艰苦心。伊神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轻看。人就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头前，痛悔伊的罪，接受上帝，成做伊的拯救。何西阿6章6节安尼讲：神喜爱良善，无喜爱在祭物喜爱人不神，赢家在犯罪，在祭物。这真清楚甲咱讲，神欢喜人的良善。叫对神的承认接受，无欢喜在祭物的代志。所以伫圣经旧约当中，原来神吩咐人要遵守在献祭的代志甲仪式不在乎人外表的这个遵守还是毋遵守，乃是在乎神在乎个人内心的真实的悔改。甲接受上帝、接受神的这款的心只有相信神的救恩就是对内心会想起了家己的罪，诚心会向神认罪悔改。咱今仔伫新约的时代，一个信主的人伫咧守圣餐的时阵圣经安尼讲，伊说。咱今仔日来到神面头前，是为着要纪念主耶稣所做的代志。什么代志为着咱的罪拼，意思就是耶稣为着咱的罪牺牲，完全的牺牲献上，为着咱的罪死。迄个葡萄汁红色的，是代表耶稣为着咱在罪人所流出来的宝血来流出来。所以新约的时代，借着这个圣餐来感谢、来纪念过去耶稣为咱所成就的在救赎的代志，已经成就了。咱这段是要纪念。但是旧约呢，逐年逐摆
拢着当看到遐祭米遐精神哦，就受到因的罪，想到遐血，就是在精神要为着因的罪来流血，来代替因的罪。所以因的罪哦，甲行喺在律法哦，因为常常犯，所以就常常限制。今年犯的，下年搁再犯的，下年搁再限。所以哦，逐摆就限，就每一摆就是看到在精神，就是想到因的罪，想到这个羊，伊将来因要有一位羔羊啊，要代替因的罪。所以旧约的人哦，无法通完全的靠着这个祭米甲献祭，叫在行100%会在律法在条规，无法。所以啊，人当时若硬着心挑工啊，故意的要犯罪啊，律法还是献祭啊，无法通救赎因。所以伫旧约当中，凡若是存心要犯罪的人，无论怎样来献祭，拢无办法拯救因。只有来到神的面头前，接受伊，接受上帝，得到上帝的怜悯，甲得到上帝的赦罪的恩典，才有法。所以罗马书5章20节安尼讲，律法是加天的，是要叫假犯来显甲罪。所以就在当我想到在律法袂用干，着干来是，因无法人做到啊。因每一摆看到在律法，哎呀，我搁再犯咯，我再犯，所以增加了因的罪，互在罪啊，会假犯显得搁较罪啊。罗马书3章20节也是讲，凡有血气的，无有一个人因着律法有法人伫神的面头前称义，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知罪，就是知道罪。所以律法是叫人知影家己的罪，并无法通行出来，所以也是就是知影家己是一个罪人啊。所以雅各书啊，第2章10节佫安尼讲：凡若是遵行全部律法的，只要伫一条顶面跋倒了，伊就是犯了完全的全部的律法咯。只要这613条，伊若要伫其中犯一条，伊就是等于犯律法咯，伊就是一个罪人咯。只要伫一条跋倒，就是犯了整条，就是犯了逐条咯，就是犯了律法咯。所以无一个人有法通来靠着行完全的律法来得救啊。所以伫旧约的人到新约的人要怎样得救呢？只有耶稣基督，伊是行全律法的，伊是配得做神的羔羊，因为耶稣伊是一个完美的，是无瑕疵的，无污染的，伊是合标准的披显的羔羊啊。所以马太福音5章17节，耶稣讲：说你毋通想我来到这个世界是要废除这个律法甲先知啊！我来毋是要废除这律法，来是要成全。什么是成全啊？要做到律法的要求甲标准啊！所以伫旧约的时阵啊，所以这个献祭这个羊羔羊就是无破病是无污染的，是完全的，才有法通做神的羊的要求甲标准，即为着是要
推人来赎罪。所以来到新约的时阵啊，这个施浸约翰啊，伫约翰福音第1章36节，安尼讲，伊说伊看见耶稣伫咧行，就讲，伊说看哦，这是神的羔羊啊！恁看哦，这耶稣就是神的羔羊。伊的意思是啥物啊？等于讲过，这耶稣是神的羔羊，就是指旧约时代人要罪要得到赎啊，就是靠着羊。这只羊是完全无污染的，是完全的，是合标准的，依照法人代替人。所以旧约的个羊啊，甲现在是一个鹰。到个耶稣的时阵，是一个实在的，这个鹰甲实在的。这个鹰是咧看迄个实在的，哈！因现在所做是将信心嘛归到将来迄个实在的实物、实在的物件，就是耶稣，就是羊。所以说啊，看哦，神的羔羊就是耶稣本身啊！感谢主的恩典，咱今仔日啊要得救，毋是靠着咱家己的行为啊。圣经甲咱讲，人得救是靠着神的恩典，也因着人的信上啊，信神，信主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有人代替人来顶十字架来受刑罚，叫咱相信伊的人就得到拯救，得到永生，得到将来的荣耀。所以感谢主的恩典，今仔日咱伫神的面头前，毋是靠行律法，毋是靠咱外表的行为。这外表的行为，若无真心认识上帝，无真心的来悔改认罪啊，伫神的面头前痛悔，咱仍然是一个外表的，神袂接受。无论怎样做好歹，行偌做善事。圣经形容怎样？说咱的义行啊，咱所做的好代志啊，伫神的目睭看咧，咱就一领暗衫、搁破、搁烂的衫裤一样，应该是单色的。感谢主，咱是一个罪人，是暗脏不配，但是因为上帝恩典，赐见伊的独生子来到世间。咱存着一个谦卑悔改的心来接受耶稣伫咱的心内的时阵，上帝就借着耶稣伫十字架顶，为着咱来担当咱的罪，原来辛苦咱的罪就被赦免了。主的宝血所流的宝就洗清去咱一切的罪咯。咱的罪，上帝无搁再纪念，就伫神的面头前成做一个义人咯。感谢主的恩典，咱今仔日啊，就存着感恩来到主的面头前，咱感谢主，咱信了主耶稣，灵魂得救。感谢主，咱今仔日也是成做神的百姓，chosen people。咱也是成做神的百姓，是伊的草场的羊一样。上帝要按时来供给这羊啊所需要的食物，一切的使用。咱今仔日最后来用诗篇100篇来做咱的结束。诗篇看真侪人有法人默念这诗篇100篇，我就咱三个来读下。普天下着向耶和华欢呼，恁着乐意侍奉耶和华，着来向伊歌唱。恁就会晓得耶和华是神，咱是伊做的，也是属伊的。咱是伊的民，也是伊草场的羊。就称谢进入伊的门，就学了进入伊的院，就感谢伊，称颂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伊的慈爱存到永远，伊的信实直到万代。
三甲额头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借着今仔日的信息，搁再一摆提醒阮，阮今仔日蒙恩得救，毋是靠着家己的好行为，伫神的面，伫人的面头前做好歹，就会得救咯。因为圣经甲阮讲，人无论怎样，拢无法通诚做伫神的面头前一个义人，因为阮一切的义行，伫你目睭看来，像一领暗淡或破烂的衫裤。上帝啊，多谢你接纳阮，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你面头前，借着相信接受伫阮的心内，阮就按照上帝应允赐阮永生，要除去阮一切的罪过，有将来的盼望，诚做上帝的百姓，毋但伫现今得到上帝的供应照顾，伫来生要得到永远的福气。感谢主，阮为着怀凝久仍然未接受上帝的救恩的，未相信耶稣做救主的，求主你感动因的心，用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接受耶稣做因伫因的心来做救主，伫上帝面头前认罪悔改，上帝的确要祝福因，要带领因的一生直到永永远远。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